大家好，今日一齊做荷蘭寶貝鬆餅 Dutch Baby。所有材料係以下揾得到。首先加入中筋麵粉、糖、鹽、牛奶、雞蛋、香草精，然後徹底攪勻，放埋一邊。喺個鑄鐵鍋上邊放入牛油，將佢煮溶。倒入剛才整好嘅麵糊，然後即刻可以放入焗爐入邊焗大約15到20分鐘。焗完之後，你會發覺佢大咗好多。而家我哋可以喺上邊撒上糖粉、士多啤梨。咁就切得啦，睇下個早餐幾容易就做好。